6000蚊成本嘅翡翠手鐲喺高端商場專櫃賣你6萬蚊或者更多，但係喺連衣呢度6000蚊成本嘅翡翠手鐲，我就賺600蚊，簡簡單單圍個本就得啦。就好似呢手情底手鐲，整體冰冰較較，顏色過渡得特別均勻，唔會太綠又唔會太淡，喺自然光下仲有微微嘅透手感。呢種品質嘅情底手鐲喺外邊至少賣你4、5萬，連衣呢度係源頭工廠直出，冇中間商，價錢方面肯定有優勢啦。以前呢，我就淨係批發俾同行，而家直接面對各位姊妹，一條都可以批發㗎。咁我而家就揀一條去加工，俾你哋睇睇品質有幾好，冇寬冇厚度啦。經過倒角打磨拋光之後，種水更加好啦，顏色望落去更加均勻，好似山泉水咁清透，唔使特別留意都好吸引人啦。戴上手，成個人都後生幾歲，中意嘅啱嘅就留個圈口俾連衣啦。